本期节目嘉宾：原派花旦王静，原派花旦徐琼，原派花旦于景兰，原派花旦江佳，原派花旦陈慧迪，原派花旦张艺飞，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佳丽新风尚，魅力新舞台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青春戏院，我是董毅。2013粤女争锋第3季即将火热来袭，青春戏院栏目与前2季的粤女们携手相伴，掀起新一轮的粤剧风潮。在这个星光熠熠的舞台上，粤女们用青春的热情演绎粤剧流派的经典，带给观众全新的视听盛宴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特别推出的是粤剧花旦流派中的原派。说到原派啊，它是由袁雪芬先生创立的。原派唱腔旋律淳朴而且婉转、深沉、流畅，唱法上正是润腔、气口的运用，韵味很浓。原派的代表作有《祥林嫂》中的祥林嫂，《西厢记》中的崔莺莺，《梁祝哀史》中的祝英台，《香妃》中的香妃等。粤剧《祥林嫂》改编自小说《祝福》，鲁迅笔下，在这个纷繁淡漠的世界里，他逃不出人生悲剧的苦海，他挣脱不了封建礼教的束缚。在祝福声中，祥林嫂悄无声息地走向生命的尽头。有请浙江粤剧团原派花旦王静。我是浙江粤剧团的原派花旦王静。通过学习粤剧，我感觉一定要高调做事，低调做人。粤女争锋这个比赛是我们一个相互展示、相互交流的一个平台。通过这个比赛，我们可以相互进步、相互学习。我希望我在粤剧这个舞台上所演绎的人物，能够给观众朋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。我是王静。有请浙江粤剧团原派花旦王静。叫我欲去
我恨辣子冤枉我不应该翻墙牢牢来责怪，只见他于是懊恼，他于是悔，我坐一旁发亮眼，倒叫我要是不能死，要归于夫家归，要闹与不能闹，要陪与夫先陪，这真是我最也难来，我留也难啊。心太凉，奈我怎安不好，你不好，你不我妈不要哭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不要哭，慎重嘛，身体倒是要紧的。你喝点茶吧。你的渣是万万年，渣哦，渣不要紧，只要我们不怕吃苦，渣总有办法。我们哦，我有的是力气哟。祥林上宽河老龙。
有请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原派花旦徐琼。于是一年，我在这世上过了多少年？记得我留神一生，那夏令他还在要来眠。我日间为他生产阿神，晚间长把四不天，我是狱中媳妇。心是苦十几年，女才子啊，病情多年，相邻死，留下了两代寡妇独在家。可是啊，他犯下了重大，叫我
辈，我是傻眼。我但知道下些天野兽在山坳里没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了。姥姥，你不要怪我，不要怪我。想我扶一扶靠福田地，那他奔与水去哦两情。没奈何啊，我儿子从大入府进啊，这就得年岁饥饿土残余。娘子寡妇才女，从我老爷他牵我意，为了朝在去出门啊花去宫前十二情。巧为我一人曾去门亲半边，哎呀亲半边啊！告诉去，对，我一定要告诉去。我到哪里告诉去？我到哪里告诉去？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我在恨苍天，恨苍天，问你究竟有没有？问你究竟有没有啊？我就低头问曾经，
有没有？地我到底有没有啊？死了的一家人，还来再见面吗？告诉我，快告诉我啊！大家好，我是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原派花旦徐琼。他醇厚朴实的唱腔深深地吸引着我。在学习原派过程中，虽然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，但是这从中也离不开老师对我的教导。我希望在今后能有属于我自己的作品，然后让更多的观众认识我，喜欢我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徐琼。《西厢记》全名崔莺莺《大阅西厢记》，静夜阑珊，悠悠红尘。这一纸书简是张生的闲情万种，月儿扮演一怀相思。面对这一首断肠诗，崔莺莺更是百感交集。有请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原派花旦于景兰。下月来
家好，我是上海越剧院的原派花旦于景兰。越乡的山水孕育了我，让我的血液里流淌着越剧的情愫。这一路走来，有很多的艰辛和汗水，更有老师们的心血。越女争锋一次次地见证了我的成长，第一次让我从绝望中死而复生，第二次让我在挫败后更加坚定。这一次我依然会笑对这方舞台，我还是最初的那句话，我会用最虔诚、最敬畏的心对待我心中的越剧艺术。走到今天，我不曾忘了初心，希望一直如此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于景兰。有请南通艺术剧院越剧团原派花旦江家。
大家好，我是南通艺术剧院越剧团原派花旦演员江佳。在越剧的道路上，我经历了很多，也学会了很多，深知越剧是一门很精湛的艺术。越剧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，还有很多的梦想。我希望以后我的艺术道路更加的敞亮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。我是江佳。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原派花旦陈慧迪。望尽空冰冷杂咏，不相见风骚残红，牛女心很短，太空那段乱语，天造古卷。小姐，你看今夜月晕，明日怕遇风鸣。叹人间悠悠生疏，谁为宗？怕的是有人搬弄，恰因我云层为是挂外公，难道是也怕上我般心痛？今日里东宫开一夜，我知道无名要乱梦，好主人知恩报得今天从容，恰比杀人才寻经风庙中，母亲啊，既算是相国门楣得房龙，恰为我将恩作愿把神气浓。什么夫人掌声托名字，知恩娘担负两元把儿葬送。小姐不用追唱，今天这样的月色，正好朝想你。啊，红娘，我哪有什么心情烧香嘞？既然来了，随我乱地烧一位吧。送
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上海阅卷的原派花旦陈慧迪。从小就是跟着妈妈，特别喜欢越剧，也特别喜欢原派艺术。特别是我的老师方亚峰老师，他一直以来的对艺术上的这些追求啊，就是对我的从小影响非常大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我一直觉得，作为我们青年演员，还能够在这个艺术舞台上奋斗努力，我觉得很不容易的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在今后的艺术道路上呢，我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，把原派艺术发扬光大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，我是陈慧迪。越剧《商猎记》金兵入寇神州县，戎马空从20年。韩世忠对越哀叹流光似水，梁红玉一番夸夫赞英雄，验证了他们神雕侠侣般的豪情浪漫。有请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原派花旦陈慧迪。记得当年金口初相逢，我但见你国家快为大梁用，相公为国去从军，却在神归少时逢。这20年来沙场秀。我马专攻，相公你立功勋所不登龙，谢酒讨风饮喜芙蓉，三座是位高权重，上世情。西晋热情年间，元说神通，神妙算智慧定，大将威风，不须自夸，夸相公。为此佩戴酒两盅，一壶你相公妙作金元兄，儿祖是身为业是英雄。实指望能与你远走飞翔，却不料夫君已一命身亡。香妃捧头跪地上，一曲哭头，哭断了心肝，哭断了肠。有请浙江越剧团原派花旦王静。此间那相
一边是姐弟情谊，一边是夫妻的名分。在这段歇斯底里的爱情面前，玉清嫂痛彻心扉的哭诉，一根银簪是她苦命生涯的终结。有请绍兴县小百花越剧艺术传习中心原派花旦张逸飞。我本是清白神枪出身家在结冰，父亲一子须死早，母亲悲伤一层牵挂，因此也放羊。留下我7岁伶仃女妇，亲不全不曾要，邻居可怜路人笑，所长替我把夫家找，可怜我7岁被妹生了红娘心，从此把童年美梦上台公公下台夫，生活的重担我嗖嗖地上前跳，那是我父30岁，我是官，且官混官是鸟，叹息心叹月亮，终于盼到丈夫长大了，谁想到丈夫他玉手好言，多真情好，且拦住都家表。我是好言相劝越句呀，他是拳头做题不想要，我是刀牙齿往肚里，夜夜流泪到不消。
大家好，我是绍兴小百花越剧艺术传奇中心的王派花旦张艺飞。从艺至今已经有7、8个年头了，在这艺术道路上也是碰到了非常多的困难，但是有老师的帮助、家人的支持，还有偶像的鞭策，我相信我对王派艺术的执着一定能够延续下去。在未来的越剧道路上，我一定会不断努力、不断进取，多向老师们和师姐们学习，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努力。粉墨新生代，风从东方来。我是张艺飞。越剧《山河恋》一生妹妹是大将军发自心底的爱恋，一次送信是我一见就钟情你的前世今生。有请上海越剧艺术传奇所原派花旦于锦兰。天仙，我望爱恋实心地，哦，爷妹。
我怀你已不辞，我想你已不见，我你实话你不回答，我你说的全是非敷衍。哦，爷妹啊，我是一见就送情你，你知你听不想我啊小弟，我是一见就送情你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一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您的收看。下一期青春戏院特别节目《粉墨嘉年华》，粤剧青年演员刘派群英会，咱们不见不散。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